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正的第131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31天，也是馬上就要入土為安了。同時，也是穆杰塔巴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131天。雖然有傳言說穆杰塔巴秘密的換上服裝、化妝了，混在這個人群中參加了他的父親老哈梅內伊的這個葬禮，但是這個也只是傳言，伊朗官方並沒有任何報道和佐證，而且我認為這個傳言很不靠譜。為什麼？沒有這個必要。因為穆杰塔巴如果是混在群眾中參加老哈梅內伊這個葬禮，那反而更不安全。我想大家都明白，那他的安保工作更難做。相信這種傳言的人，那肯定還是什麼康熙微服私訪這類的電視劇看得太多了，安保是很難做的。這像穆杰塔巴這種人出來，他的安保很有可能最少得有上萬人給他做安保。那你怎麼做？那還不如按咱們說的，他跟俄羅斯的這個特使維特科夫一起出來，那更安全。我相信以色列就是吃了豹子膽，他也不敢對這個梅德韦傑夫下手。穆杰塔巴他可以跟梅德韦傑夫手牽手出來，所以這個應該是個謠言。但是就在這一天，美國和伊朗這兩個冤家又打起來了，兩個人剛消停10天不到，又開始轟炸。而且這一次按照美軍說法，轟炸是上一次的5倍，要厲害5倍。我們看央視報道說，當地時間今天就是7月8號凌晨，伊朗最大的島嶼格什姆島以及位於波斯灣沿岸的西里克、阿巴斯港等多地接連傳出爆炸聲。據伊朗媒體報道，西里克的商業碼頭和漁業碼頭被多枚發射物擊中。你看這個換了名詞了，炸彈擊中或者導彈擊中就導彈唄，偏偏給它改成叫發射物。你說這叫什麼事？阿巴斯港東部和西部地區傳出爆炸聲。同時，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發聲明稱，已開始對伊朗發動一系列強力打擊，以回應伊朗攻擊3艘途經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聲明稱，伊朗所展現的侵略行徑毫無正當理由，極度危險，且公然違反停火協議。據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國官員的話報道稱，美國此次對伊朗發動的打擊目標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統、沿海監測系統、地對空導彈、反艦巡航導彈以及無人機發射場。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對伊朗發動的本次打擊，其規模和強度是10天前打擊的4-5倍。你看，厲害5倍，好5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道說，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美國正在對伊朗境內目標實施軍事打擊，不是對等回應，而是對伊朗的懲罰，且打擊不會很快結束，目的是讓伊朗付出沉重代價。理由是什麼？就美軍說的理由主要是在停火以後27號、28號6月，多艘油輪或者是商船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遭到伊朗革命衛隊的無人機或者是導彈的打擊，所以這是對伊朗的懲罰，不是伊朗說襲擊了美國。匿名美國官員稍早稱，有初步跡象顯示，伊朗近日在霍爾木茲海峽向3艘商船開火，這一行為完全不可接受，將招致相應的後果。但伊朗方面目前並未承認襲擊商船一事。美國中央司令部說，已完成對伊朗新一輪打擊，擊中目標超過80個目標，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統、指揮控制網絡、海岸雷達站點、反艦導彈能力，以及超過60艘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小型快艇。這給我的感覺好像有點像烏軍炸俄羅斯的煉油廠，讓它攢一攢是吧？讓它修一修，修得差不多了，再過去炸一回。這個美軍讓伊朗的衛隊讓他先蓄一會兒力，攢一攢，什麼導彈發射場修一修，指揮網絡恢復一下，海岸的雷達站點再修復，等他搞得差不多了，咣當過去又把人拆了。大概就這樣的。這伊朗好不容易攢了60艘小型快艇，這又報廢了。這個我感覺這個等他湊齊了一把炸，要不然炸的成本太高，不合算，所以他就憋等着。美方打擊是對伊朗襲擊3艘正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做出了回應，並表示伊朗的侵略行為沒有正當理由、危險且明顯違反停火協議。這3艘船到底是什麼船呢？
一艘是位於阿曼叫利馬海峽以東8海里的船只，在南行離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被炮彈擊中，沒有報告人員傷亡。這艘船是滿載卡塔爾航運有限公司的油輪，發動機機艙被直接擊中。伊朗首席談判代表消息人士稱，伊朗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提供軍事護航的耐心正在耗盡。他警告船只必須使用伊朗提供的航道，否則將面臨後果。只有伊朗批准的航線才會被授權，必須通過海事第16頻道進行協調，否則將受到執法打擊。美國支持的護航窗口將被迅速關閉。什麼意思？這個咱們以前說了，阿曼它在它的沿海這一側，實際上就是航道的中心側、中心線，在阿曼這一側。人家在他這個12海里之內畫了一條航道，可以自由通行，不收費。美國的林肯艦隊就在這附近保護，有很多商船就從這兒走，但有的商船他就按照伊朗革命衛隊叫海峽管理局的要求，走伊朗那邊畫的一條航線，也是中心線靠近伊朗那一側12海里的地方。他要求所有的船，你要想從霍爾木茲海峽通過，必須第一個要通過16頻道向海峽管理局報備。完了由他來協調，而且必須走伊朗畫的水道，從伊朗那邊過。如果你要不經伊朗協調，你自己擅自通過阿曼這邊走，那他就大炮伺候，無人機、導彈炸，他這個叫維持秩序。那你說特朗普他能受得了嗎？那這個是說白了，還是伊朗在爭這個海峽的管理權。他要求所有進出海峽的船，你必須聽他安排，得從他那門口過，你不能從阿曼门口過，那就打。显然他沒有這個實力，是吧？他的雄心比較大，但是奈何他的實力不夠，撐不起他這個雄心，所以他就挨了美軍的這個大耳光子，5倍這種轟炸，讓他冷靜清醒。那麼伊朗方面的反應呢？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8日凌晨報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國對伊朗的襲擊嚴重違反以美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而這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7月7號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伊朗人民和武裝部隊不懼怕任何威脅。根據以美簽署的諒解備忘錄條款，若威脅繼續，最終協議談判將不會啟動。也就是說，如果你美國再打伊朗，你再威脅，下面那個談判遙遙無期，就不會啟動，我也不跟你談。實際上，這個阿拉格齊再強硬也沒有用。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現在在伊朗人的眼裡，阿拉格齊就是個投降派。你怎麼強硬都沒用，伊朗的盤判們已經把阿拉格齊劃為投降派，跟卡利巴夫2個人。所以有媒體報道，有視頻，晚上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德黑蘭他參加哈梅內伊的葬禮的時候就遭到憤怒的伊朗群眾的圍攻，這個有點像當年印度什麼運動，這個火燒是不是什麼趙家樓，有點像了，把這談判代表都給逮起來，都給打一頓。伊朗的阿拉格齊這個外長，他在參加哈梅內伊的葬禮的時候，被革命群眾、被這些盘们們、小將們給認出來了，圍堵。最後沒有办法，安保人員把他塞進車裡面，把阿拉格齊給救出來了。所以我說，穆斯塔巴如果說出來說混在群眾中參加哈梅內伊的這個葬禮，那你說多危險！這阿拉格齊差點就被群眾給他逮住，到時候要遊街對吧？示眾，要打鞋底扇，他是投降派。這個視頻網上有，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看。尤其又遭到美軍的轟炸，好幾個港口濃煙滾滾，而這個伊朗的衛隊那更是立馬是氣急敗壞。這個叫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發表一個完整聲明，對美國軍隊對伊朗的轟炸做出有力回應。他說：“我們絕不容許任何情況下對霍爾木茲海峽事務或其管理進行任何干涉。”衛隊說這是他在管理霍爾木茲海峽，你不聽我的話，你從阿曼那邊走，你就得挨炸。這是多麼霸道！這位殉道領袖就是老哈梅內伊葬禮遊行和告別儀式上前所未有的盛況與公眾參與，讓全球霸權主義和罪惡的美國嘗到了恥辱的敗局。美國恐怖主義軍隊無視其承諾，在殉道領袖純潔遺體被伊拉克官員和勇敢人民接收之際，卻公然襲擊了我們親愛的伊朗南部地區。伊朗武裝部隊將對美國的侵略和恐怖行為做出有力回應，絕不允許任何情況下對霍爾木茲海峽事務或其管理進行任何干涉。重申一點，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船只和油輪
通行唯一安全路線是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指定航道。你说他多霸道吧？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家的，很可惜他实力不夠，支撐不起他這個霸道。所以你看，現在雙方是不是劍拔弩張？按道理，衛隊是一定要還擊的，要炸美國在科威特、沙特、巴林的這個基地，那必須得還擊。畢竟這一次美軍的打擊是上一次的5倍，上一次伊朗衛隊都反擊了嘛，這次不可能不反擊。這個衛隊為什麼這麼激烈呢？實際上是哈梅內伊這個葬禮，大量的伊朗的叛叛、強硬派在街頭高呼，是吧？殺死兇手，嚴懲兇手，要殺死是內塔尼亞胡等等，這個極大的鼓舞了強硬派。強硬派覺得自己有很強的群眾基礎，所以他們就繼續要展示自己的強硬。所以投降派是吧？談判的阿拉格齊在遭到群眾的圍堵，所以極大鼓舞伊朗的衛隊，所以衛隊也有點上頭了，又開始打擊那些從阿曼一側過的油輪。特朗普雖然說了，我給他7天時間，我不打他，讓他安安心心的辦大事，是吧？吃大席。結果你看衛隊就這麼不省心，主動的這個叫挑起事端。你怎麼着？你就是打，你也等到他們那入土為安，就站下去之後你再打呀。他為什麼這個時候打？實際上就是給伊朗的這些強硬派的群眾談判呼應。你這個時候打船，強調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實際上這樣就跟來參加哈梅內伊葬禮的這些談判們、這些強硬派群眾相呼應，是不是？這樣借火勢，火借風勢。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談判派、務實派、改革派，那是一看自己氣焰就壓下去了，對不對？你發現群眾吃飽飯了，那他馬上這個氣焰就上來了。確實這樣子，有媒體報道，這些伊朗的參加哈梅內伊葬禮的群眾去了，至少管吃嘛，對吧？饢管夠嘛。完了，據說還在發香蕉。那你說說，這些群眾自己在家呢，他1個月的工資啊都買不了香蕉，或者吃饢的夠嗆，現在去免費，好歹混吃混喝2天。所以很多人去了，在那就喊口號。吃飽了這就喊口號唄，所以衛隊立馬就借勢搞事，要壯大他們在群眾中的這種威信，好跟投降派去爭權，也好向這個領袖穆吉塔巴展示強硬的這種立場是有群眾基礎的。所以說一下改革派就慌了手腳了。為什麼呢？因為哈梅內伊的遺體他要送到伊拉克，就在7月7號，伊朗的總統佩澤西奇揚和哈梅內伊的遺體一起到了伊拉克，伊拉克總理還去接機，抵達伊拉克什葉派的聖城叫納傑夫。本來佩澤西奇揚是要在納傑夫是吧，還要舉行各種儀式，結果那邊打起來了，所以佩澤西奇揚立馬坐飛機離開伊拉克回到伊朗。也就是說，回去什麼意思？那因為美軍已經炸了伊朗的很多港口，這些軍事目標8而都過是吧？那衛隊肯定是要反擊，衛隊能忍嗎？必須要反擊。那這個時候佩澤西奇揚回去是幹什麼？那肯定是。對吧？你要衛隊這一反擊，那美國接着打，所以他回去應該是滅火去了。所以佩澤西奇揚立馬就終止在伊拉克的這個行程，返回伊朗去滅火去了。這個伊朗的強硬派說什麼？伊朗共和國議員哈米德叫拉薩伊，他居然公開呼籲，他建議什麼？我的建議是這樣的：既然那條骯髒的黃狗已經落入到我們掌控之中，並且來到了土耳其參加北約峰會，那麼我們就正式地、毫不掩飾地用導彈瞄準骯髒的、犯罪的特朗普在土耳其的基地。什麼意思啊？就是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個議會的議員哈米德啊，他居然建議這個衛隊用導彈打擊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為什麼打擊那兒？因為特朗普在美國你打不着，對不對？你夠不着。現在特朗普來到了土耳其這兒，咱夠得着，還有什麼客氣的嗎？說趕緊就從那兒發導彈，把特朗普給滅了，幹掉正在那裡參加北約峰會的特朗普。你說這就是伊朗的議員，就這麼喪心病狂。你說土耳其還是在幫伊朗，土耳其明裡暗裡都是在幫伊朗，尤其這個伊朗在跟以色列衝突中，自己的兄弟都不放過，就這樣為了打擊特朗普，這自己兄弟也不在乎。這就是神棍政權，要炸伊朗，炸土耳其的首都。當然了，這美國它是2條腿走路。2手抓，2手都要硬。一個是美軍對伊朗進行打擊，另一個是美國財政部對伊朗又進行制裁。財聯社7月8日電，根據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當地時間7月7日消息，美國撤銷一項授權允許伊朗石油銷售的通用許可，相關收尾交易將被允許持續至美國東部時間7月17日0點。受此影響，國際油價應聲而漲。
伊朗方面暫未對此作出回應。據匿名美國官員稱，初步跡象顯示，伊朗近日在霍爾木茲海峽向3艘舢船開火，這一行為完全不可接受，將招致相應的後果。美國財長貝森特6月22日曾宣布，作為美國與伊朗談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國財政部發布了一份為期60天的通用許可，授權容許伊朗石油的生產、交付和銷售。那什麼意思呢？這美國的財政部要收回、撤銷一項授權，也是繼續恢復制裁。那什麼時候開始？7月17號0點。那現在他就給10天時間。你們10天时间什麼意思？有的已經付了錢或者交易的，正在交易的，你結束7月17號0點開始就沒有了。你說伊朗現在正是努力的向外推銷它的石油，他現在買家只有一家，敢買它的只有印度，剩下的他現在找日本、找韓国，想把油卖給他，這樣就免得受印度老打折啊。你的客戶只有一家，那你只能打折。這是伊朗他面臨的不利的地方。這是貝森特說的，說伊朗他只能把油賣給一個国家，因為那個国家他不怕美國制裁，所以說，但是伊朗卖給那個国家就打8折，伊朗也不願意，人家所以说他找日本谈了，想卖给其他国家，但是其他国家人家提了条件，说你先到美国去，你让美國宽限制裁，这制裁解除要时间長一點，別1個月的，否則沒法做生意，別前面一做，後面美國要制裁，我也做不成了，定金也交了，不穩定，所以伊朗那沒辦法，所以說你看前面擔心不穩定，美國財政部立馬給他取消，就是繼續恢復制裁。那這一下伊朗人這1個月都白談了嗎？你跟日本談了不白談了嗎？你還最後回頭石油還得打折賣給印度，所以你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佩澤西奇哪還有心思在伊拉克參加，對吧？哈梅內伊的送葬儀式呢？所以他只能匆匆回到德黑蘭，趕緊來商議怎麼處理。伊朗外交部副部長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取消對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構成對美伊諒解備忘錄第10條的嚴重違反，而美國隨後針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也嚴重違反了該備忘錄第1條和第2條。加里巴巴迪說，過去3周，美國還因以色列在黎巴嫩採取的行動以及針對伊朗發表的威脅性言論，多次違反諒解備忘錄相關條款。伊朗嚴正警告美國違背承諾的後果，並將採取堅決措施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當然了，這個美國的反應呢，根據西方媒體援引消息人士報道啊，儘管美軍7月7日夜間對伊朗目標發動了新一輪打擊，華盛頓方面仍希望繼續推進與德黑蘭的談判，以達成最終協議。7月7日夜間，美軍對伊朗發起了一系列猛烈打擊。美國中央司令部稱，此次行動是對伊朗此前針對霍爾木茲海峽商船所採取行動的回應。美國海軍仍處於待命狀態，一旦接到總統特朗普的相關命令，將恢復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不僅是卡塔爾的油輪遭到伊朗打擊，沙特的油輪也遭到伊朗打擊。根據西方媒體援引海事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報道，一艘懸掛沙特阿拉伯國旗的油輪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遭到打擊。一艘懸掛沙特阿拉伯國旗的油輪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受損。此前，一艘液化天然氣油輪在同一區域遭到襲擊。受霍爾木茲海峽緊張氣氛的影響，國際市場油價還是有所反彈。布倫特原油價格攀升至每桶75美元以上。美國原油期貨結算後價格也到了72美元左右。彭博社最新船舶追蹤數據顯示，今天途經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交通量正在下降，這可能表明，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無人機和導彈襲擊事件頻發之際，船東拒絕通過該水道。另一種可能性，更多的船在通過該水道前關閉應答器，從而導致可見交易量下降，可能低估了實際通過該咽喉要道的流量。這個還是咱們說的，國際社會石油出口國趕緊抓緊這個時間窗口，把那個瓶瓶罐罐給它倒空，趕緊去賣油。而這個石油進口國也趕緊把自己的瓶瓶罐罐給它裝滿，盡可能的把能裝的都裝上。因為霍爾木茲海峽什麼時候關上，這很難說。你看現在就在哈梅內伊的葬禮期間，那雙方都已經打成這樣了，我看是堅持不到美国中期選舉，對吧？這個革命衛隊呢，一定是在裡面找事。實際上，這個伊朗最高領袖穆希塔巴的顧問雷扎伊，他在伊朗國家電視台他已經說了，他說美國試圖在霍爾木茲海峽開闢
一條替代路線，就是阿曼那一側，將導致兩國之間的談判失敗。很明顯，美國將導致與伊朗的談判走向失敗。他還要求美國從該地區撤軍，他斷言這才能確保持久和平。而現在，黎巴嫩也可能重燃全面戰爭。根據突發新聞報道，以色列戰鬥機對黎巴嫩南部的叫巴拉奇特和貝特亞洪發動了襲擊，也就是以色列也沒閒着，趁這個美國打伊朗的機會，他馬上給黎巴嫩真主黨來了幾下子，渾水摸魚啊，亂中取勝。而美國的國防部長郝克塞斯也到了以色列，在以色列進行訪問。郝克塞斯訪問以色列，那肯定不是去旅遊，那肯定是跟要麼是黎巴嫩真主黨，要麼就是伊朗有密切關係，很有可能是在商量怎麼協調統一行動。美國和以色列很有可能对給朗子毛拉的治療方案要達成一致，到底是中醫還是西醫還是中西醫結合。而這個根據耶路撒冷報報道，7月6日說，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在哈梅内伊的葬禮舉行期間再次表態，卡茨又放狠話，他說但凡伊朗領導層有人再次推行消灭以色列的計劃，都將遭到清除。卡茨說，在总理內塔尼亞胡与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我方對伊朗實施了強力打擊，消除了以色列遭覆滅的直接威脅，並重創伊朗戰略力量。以色列隨時具備獨立抵禦各類威脅、自衛反擊的能力。卡茨同時譴責悼念儀式現場部分伊朗民眾呼籲刺殺特朗普的行為，聲稱這暴露了阿亞圖拉政權的真實本性。這毛拉政權，特朗普昨天還放話是吧？如果伊朗不能跟美國達成協議，那麼他就要在某個下午花很少的時間就把伊朗又炸回17時代，他們的橋梁、他們的發電廠、他們那些漂亮的工厂就化為烏有。雖然他不想這麼做，是吧？這個我說了，這就是特朗普他在極限施壓。實際上大家都看到了，這沒什麼好談的。如果你不把這個毛拉的這強硬派給搞定，把它鏟除，你跟那個西装派談的那玩意儿有什麼用？你看佩泽西又是逼这個穆希塔巴以辭職相威脅，授權他簽了這個美伊諒解備忘錄，有什麼用呢？衛隊根本就不聽他的，對不對？衛隊照樣在那兒打來往的貨輪，他也管不住衛隊，衛队想打就打。你說特朗普有什麼用？你跟佩泽西强、跟卡利巴夫、跟這個阿拉格齐簽這玩意兒有什么用？費口舌，就是瞎耽誤時間，反而縱容了毛拉的這個叫強硬派，縱容了衛隊。所以現在趕緊全世界啊，把油該儲備油的儲備油，該賣油的賣油，趁這個時間稍縱即逝啊，趁這點時間，後面說不定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又關上了，那就開始大打特打，遲早是要打的。看着特朗普啊，他是想忍到中期選舉以後動手，但是既然你這是民企是吧？你這個軟肋被人抓住了，那衛隊那一定會在中期選舉之前搞動作，要升級。所以大家記住了，這個俄羅斯的特使梅德韋傑夫到了伊朗，這回去了，他待了一天，這朗子底氣就足了，是不是？就開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梅德韋傑夫他說，伊朗人雖然沒有核武器，但手上有勝似核武器，那就是霍爾木茲海峽，那個威力比核武器還厲害，勝似核武器。又說了，這個伊朗人手上還有一個比核武器還厲害的，叫熱核武器，什麼東西？反正就什麼就利曼海峽，把那個海峽再堵上，那整個的特朗普就瘋了，那就油價直接幹到$200一桶。你看看，我說這個俄羅斯人梅德韋傑夫去，那就是煽風點火，就是拱火澆油，因為這樣對他最有利。你只要把霍爾木茲海峽，把什麼利曼海峽一堵上，油價飆升，油價一飆升，地保就樂開了花呀。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伊朗的革命衛隊會不會還擊？一還擊之後，特朗普什麼反應？美軍是不是再加大轟炸力度？還是說衛隊人家選擇性的炸一下，表示還擊了，把溫度降溫，是升級還是降溫？我們接下來密切關注，很有可能就是象徵性的炸兩下，雙方也就算了。看看佩泽西强這些西裝派怎麼在裡面調和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